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阿明姑，欢迎收看福起来。米的沙期类这家时代的米土，从行喺啲建村地步，我哋都会披到浓浓的保卫的香味。其实喺建村，我哋喺台湾的早期，那就看得到。而喺我哋台湾的历史文化地位，最重要文化历史的资产。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建村一路係有自家的固有的特色，但是慢慢的没落嘅。我们今日有请到的，係我哋屏东县政府文化处的吴明勇处长，还有我哋负责修复工作的林志儒来到我哋现场。我哋马上来欢迎我哋今日来宾，欢迎我们的吴处长来到我们现场。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文化处处长吴明荣，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还有我哋负责修缮工作的林志怡来到我哋现场。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係屏东县政府文化处的林志怡。那处长，要请问一下，其实你刚刚讲的胜利新村啊，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片的一个新村，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重整它呢？其实屏东市的眷村大概是全台湾整个眷村量体最大的，大概有超过200户的一个眷户。那么其实，在5、60年代整个眷村的一个发展，带动了屏东市的经济繁荣。那么当然，眷改条例通过之后，那很多的眷户大概都搬到眷改大楼，所以很多的这个眷村呢，就看起来就破破旧旧的。那么刚好这几年的这个文化部的支持之下，这个眷村有一个活化的一个机会。那么在眷村通常都在屏东市来讲，它是在屏东市非常热闹、非常黄金的一个地段那如果是破破旧旧的，当然对整个屏东市的市容是有碍观瞻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能够把它活化。那我们在想说，在整个活化的过程，是不是有办法创造一些经济的效益，让我们这一阵子大家在很流行叫北漂能够让一些北漂的民众的学子，或者是说在屏东市念书，然后念了4年或者念了6年的大学之后，他很想要留在这个城市，他爱上这个城市，想要在这个城市工作的这些年轻人有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不如利用这个文化部再造历史现场这样的一个计划，把这样的一个经费，把这个胜利新村好好把它修缮，然后把它活化成是一个有一个经济规模的一个区域。我想说，头头我们的处长已经讲了，伊的规台范围的计划啦这个计划真的是想法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会想到提的问题就讲，其实我记得其实这一块市的时间呢，屏东县政府同我们的军方拖下体内的时间，嘛花几多的伊的精神嘛付了几多钱，让把一块体内书给我们的屏东县政府可以用。但是我们的屏东县政府拿到以后，我们会想到讲，一块体内安排呢？我们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一个这么大块的地方，而且这么多的地方，军方管就好了，为什么我们要去处理这件事情？事实上，因为在整个屏东县，在屏东市这个区域里面其实不管是军方或者是屏东县政府，其实屏东县政府都有那个责任因为整个城市的美学，还有整个城市的一个建筑，城市的这一种整个建筑体，它在整个活化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可以带动很多不同的产业。所以在我们潘县长上任之后，他会觉得这个在屏东市这么黄金的地段，如果还是这样荒废，其实真的对整个屏东县的发展来讲，其实也不好那当然它量体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在整个胜利新村活化的过程当中，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整体的一个想法。它不是说我今天修一栋，然后我就处理一栋，我就招商一栋，它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 master plan， 就一个整体的一个计划，然后去朝这个计划去慢慢执行。那么第二个就是因为文化部刚好在这个前瞻计划里面有一个再造历史现场的计划，
所以呢，那当然文化处就很努力啦，就写了这个计划到文化部去申请这个再造历史现场的计划。那么当然，因为文化处很努力，那文化部呢也很给力哈，所以就拨付了一些应该是说不少的经费在整个修缮上面。那在整个修缮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有一些，比如说公民的扰动嘛哈，所以我们会办一些所谓的研讨会啦、说明会啦。我们希望在整个修缮的过程当中，民众也能够参与，也能够了解未来这个修缮之后，县政府希望把它活化成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咱其讲，其实长在木的吼，真系困难，尤其是讲咱的树叶啊、树木的树骨了以后，那开始一长，好活化的事情，也许我们真的是等房子修好之后再讲。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一个房子收回来之后，其实是修复是最难的，尤其是使用就是说当初很多军眷那个时候还住在里面的时候，因为使用的方式不同，所以说他可能把原来的屋子都已经改变了。好，咁种人當初咧，接到一批修復嘅時間，在修復嘅時間有發生乜嘢最困難嘅事情？嗱，你發生是冇乜個困難啊，是講每本要係講日本人，要係講國民政府日本人來嘅人，所以大家生活咧關係冇困擾啊，所以嗰度過來過去，邊咧人哋愛修復嘅是，我愛用哪個歷史點去做修復，所以我哋請嚟文資委員來討論好講，不管係日本人吃，還是國民政府人來吃後，仲有伊個歷史嘅存在價值，所以我哋後邊決定講，係有舊嘅用嘅，我哋照舊嘅用嘅去修，係冇嘅，當然就尊重國民政府人來吃咧，伊個時代嘅歷史背景，所以我哋要照伊個因為伊海嘅去修，邊咧。我哋一片嘅特色，因為唔可以看到日本人咧木藝有眷村嘅味道，係啊。嗰時變成也係新嘅新村地方，當初喺修復嘅時陣，唔能都有意見有啲想法嘅，嚇，因為其實本來冇唔錯啊，我哋有啲位可能過去講人哋還個有保持嘅日本時代嘅嗰種乾沙樣嘅，但是我哋可能其實個大區嘅一啲講人嘅木嘅，因為生活嘅需求冇共樣，嗰時已經改冇共樣嘅，可能當初日本係冇嘅。嗰時人當初都有已經有安尼，已經有安尼嘅想法，都講維持也可以維持啲日本時代嘅沿用，都維持沿用。但是後來見到我哋乾脆本身嘅生活方式一樣嘅，我哋都係保存一樣嘅。係啊。我想問一下，像我哋木嘅啲長嘅時節啦，伊哋還可以用下，像伊哋嘅樹嘅從竹槍嘅呀，咁就一樣咯。我哋基本上請一來廠商啊，因為會請大木匠師傅成一來去檢查。看一安藏嘅個木料啊，看埋有可以用冇？而且一隻煮起嚟，我哋可能一隻機器，用去接嘅，接地嘢去補安尼，係啊，所以是還可以，還唔可以嗰塊樹啦，還切到材料去做修復安尼。嗰時我喺長門處長我都講，佢將我哋按大面積的一種修繕的話，係全部修好攞來走上，還是講？我們同步進行其實是在剛開始在整個眷村修繕的時候，因為中央的經費在這一次的再造歷史現場經費之前，它其實是修一棟就給一棟的費用，所以當時呢就修一棟，然後我們就招商一棟，那就是因為這個樣子，所以它在整個園區的發展，它其實並沒有一個主軸哈。那這一次因為整個再造歷史現場計劃，它可以一次把全部的這個園區的這些房子一起修繕，所以呢當時是修一棟。然後租一棟，那麼現在呢，我們就有一個整體的想法，然後所以呢，現在目前是還在修繕當中，但是目前已經修好的，那我們就分批來招商。可是一方面都睇帳目，嘛一方面都可以走商誒。那其實嗰個因為其實我記得我真的都看到都像頭當人的處長講嘅東西都講，帳好一通，讓走商一通，都變成講其實他看你的經商冇共用。假如說只是修好一棟就招商一棟，因為其實大家的進程就會完全不一樣。有時候有時候這邊要開店了，然後那邊又還在整修，那整個的整體的畫面就是非常的不協調。是。可是從頭東岸的初衷講，你全部漲好誒，哈，一方面太規模我哋漲，一方面都講緊太規模嘅嘅走商。剛才請問一下哦，要不要走商嘅一種內容地方，那創商地方，它的比例是我們屏東人比較多呢，還是我們外地人比較多？
当然这一次的招商其实希望全台湾的武林高手都能够到屏东县来服务啦哈。那么当然在屏东县的县民，如果你是住在屏东县的，户籍在屏东县的，当然它有一个加权，它有一些优势。那但是这一次的招商的一个成果，其实坦白说我大概说一下，我们34户，结果来听招商说明会的有300多。有300多个单位哈，那实际上真的投件的大概是有100几户。那真的我们用非常最严格的标准，然后让他可以到面试这个阶段的，大概有70几户。好，那70几户里面，我们再选出34户。那这34户里面有精英中的精英，是，所以希望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可以来这边看看哈，那也是精英中的精英。那么在这个所有34户里面呢，不是有95%都是户籍在屏东县的县民。那另外那5%呢，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他在屏东县念书。在屏东念书，但是他爱上了这个城市，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希望有一个发展的空间。那可能在这个城市待了几年，他想要创业，所以刚好有胜利新村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他就来投件了。那其实，在整个招商的过程当中，反而是这一些年轻人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虽然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屏东县的县民，但是他对屏东县的这个热情，还有对屏东县的爱，其实不会输给在地人。因为其实你这个可能没在天人，但是你对屏东一块地内的认同，其实会比是不是土生土长的屏东人，其实这件事情还是更重要，因为他认同这块土地，他才会在这边扎根。对，所以其实，在整个甄选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的感动。对，那其实很多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热爱，所以他都不是说我只是想要做一个餐饮，而是真的走进去，比如说走到原住民的部落，走到客家的一个聚落里面，然后希望能够协助社区发展属于自己社区的一个产业。然后因为他们这几年的耕耘，所以把这个整个社区的产业、原住民部落的这一些产业，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希望在这个胜利新村有一个空间。然后因为在屏东市，所以他希望屏东在地的物产能够透过这一次的胜利新村被全台湾甚至全世界的人所看见。故事本来係伊個建村的勝利新村，因為安尼嘅走上以後，伊未來可能會有無窮嘅發展。休息一下哦，等下我馬上過來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台節目，我哋來賓吳處長同我講嘅呢，未來嘅勝利新村，我有無窮嘅上緊要來哦。那我想問一下，處長，我請問一下哦，那像這樣子不同的店家進來的話，那等於是就說我們當初要係一個建築係一個 QA 一個載體，哈，那這是以無窮嘅文化入來。那像這樣子的一個整個整合型的計劃，你對它有什麼樣的新的說法嗎？其實對我來講就是說以往當然都是一個眷村嘛，一個生活。其實我也希望能夠保存這樣的一個概念哦。但是其實我常常在講，就是說其實同樣的一個建築體，但是不同的人的詮釋，它會有不同的味道，然後也會造就未來不同的文化。那我常常就舉一個例子哈，比如說我們恆春的這個民謠《思想起》，那80幾歲的阿嬷唱的這個《思想起》的這個味道，跟50-60歲的爸爸，跟20-30歲的年輕人，還有10歲以下的小朋友，其實同樣是思想起，但是唱出來的味道不一樣，每一個人詮釋的味道不一樣，但是這首歌是沒有變的哈，所以我其實很期待，就是說以前都是可能我們的爸爸媽媽或者是爺爺奶奶輩我們住的這個眷村，那麼接下來讓這些年輕人進到這個歷史建築裡面，他們一定有他們的詮釋，所以接下來的勝利新村就很值得期待，因為它的歷史氛圍還是在，但是它未來會是什麼樣子，其實我們都不知道。我們這些未來的這些樣態還有文化，就是靠這一群年輕人他來創造。故事講也名啊，把它按照勝利新村啊，因為這時間我們展開時這麼按照勝利新村，是因為它是一個新的一個村莊。那這樣子的話，名稱上面我們是不是要改變呢？哦，對。
是因为以往叫做胜利新村，就是新旧的新。对。那么我们通常在诠释一个园区的时候，我们很希望能够保留它原来这个名字跟原来的味道，但是呢，我们又希望有一点点新的思维哦，所以我们那时候脑筋一转，对耶，在以前很多都是将军的这个官舍，那将军就是星星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新的意思呢，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胜利新村，能够去打造屏东县的我们属于屏东的文创新星，所以我们把胜利新村新旧的新变成胜利新村新兴的新，是有这个意思的。就变成胜利新村的啦，唔係新村的，因為係我哋嗰度嘅新鮮嘅鄉下地合鄉下地方。咁像這樣嘅門咯，即個看到按到走上嘅一啲創傷地方，唔知個有感覺到最後嘅冇？我有感覺伊咧，喺我哋引進來咧，咩喺我哋客家喺上一年，因為客家中講數點咪唔會賺錢，因為要生意你不能在台北上班，愛屯台北一條路辭下來，過來屏東開咧獨立書店，伊可以賣伊自己特色嘛，唔係伊嘅餐點嘛唔會壞事，像我哋宣傳地方嗰道餐點，嗰特別，可能睇下地方要食到無困用嘅。可能伊家個西式，暗講唔係食到嘅米是係眷村嘅米，係啊。那你講下伊問嘅意思，譬如講，我哋西式的餐點有眷村的味道，迄問嘅意思，譬如講我哋意大利麵，係咪？我哋西式的餐點應該大部分都意大利麵的東西，用我有眷村的米。可能大家看到意大利麵，可能要總係有鹹米啊，也對，咧下工啦，也對。暗講我哋一片嘅意大利麵，可能地邊要有臘肉，係家個。眷村的臘肉，係，冇困用，我加個有四川的米頭啊，然後意大利麵，係啊。可是我請問處長，像這些廠商他進來的時候，你是不是都有先跟他溝通，說你今天進來的是一個眷村的一個場域？那你是不是在本身在產品或者是在一個本身當初的一個商場的陳列或者是販售內容裡面，是不是要符合這個場域的一個文化精神？當時在這個甄選的時候，其實我有2個原則哈。那第一個原則就是希望在整個勝利新村，其實是未來在新村裡面能夠呈現的是屏東在地產業的文創化。其實我們屏東有非常多的在地產業，我們從農業縣起家，對不對？那其實有很多的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在做這個所謂農業文創這一塊，那包含很多客家的這個美食也是。所以我們在這一次在整個甄選的過程當中，我都希望這個園區其實是在地產業的文創化，因為一定要有產業，否則一個文創園區它沒有辦法很永續。好，那產業這件事情是這樣子，就是說同樣，比如說我們台南的藍賽圖文創園區，台北的松菸、華山，它如果到屏東來，不見得能夠成功。那所以我們一定要打造屬於我們屏東縣味道的這個文創園區，所以我一直都認為勝利新村應該是在地產業的文創化，這是第一個。那第二個部分呢，很多人進來就說我要開餐廳，那我就跟他們說，其實如果你們是賣咖啡，或是賣這個意大利麵，賣燉飯，那為什麼我要來勝利新村這個眷村裡面吃呢？所以我希望，對，所以我就說，其實對你們來講，你們還是可能夠保有你們自己的專業，但是有沒有可能有一部分的這個菜色，它是針對眷村量身打造的創意料理？比如說我們剛剛我們同事講的這個意大利麵，是不是有可以把這個湖南臘肉加進來，把那個四川的味道加進來，或是把這個東北的這個料理加進來，對不對？哈，所以這樣就很有特色了。所以我到這個眷村裡面來吃的意大利麵是有眷村特色的意大利麵，所以就是這個2個原則。因為其實真係佢從業都講，我哋雖然係用眷村也為地方嚟做生意，但是嘛唔可以跌死講眷村本身原來嘅文化係一樣嘅東西。但是我想問的問題講，當初在提出安尼一條件的時間，我哋咧從上接受下。那當然，因為其實在整個勝利新村的招商條件是非常好的，就是說在它的租金當然跟其他的這個商業空間比起來，它的租金是比較有競爭力的。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它在整個行銷上面，對我來說，我其實有一句話能夠去讓這些廠商願意進駐到勝利新村。我的想法是，這個勝利新村不是只是一個平台，它是一個品牌。那這個品牌跟平台有什麼不一樣呢？平台就是來，你到勝利新村來。
然后我给你一个空间，然后你做生意。那如果万一不幸你做的不好，那你就离开了，那你可能就赔了钱，你就离开了。但是这是平台的概念，但是品牌的概念不是。品牌的概念是我希望把胜利新村变成是一个屏东的 VIP 品牌。那为什么叫 VIP 呢？胜利的英文叫 Victory 嘛，哈，然后引屏东刚好是 VIP， 就是 VIP 这个品牌是代表我们屏东县的文创品牌。那既然是一个品牌，既然是由屏东县政府希望打造的一个属于屏东县的文创品牌，那么屏东县政府就应该有那个责任，把所有进驻到胜利新村的这些厂商，在整个未来在行销或者是在整个经营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有那个义务去协助他们。如果今天真的他们发生了什么问题，县政府应该要有一个团队来协助他们，比如说当他们的顾问。所以当时在整个招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把全台湾各地各大文创园区的这些所谓的执行长、营运长都找来，他不仅仅是我们的甄选委员，他未来也是我们的所谓的 coach team 顾问团。所以进来到胜利新村开始营运的这些商店，如果遇到什么疑难杂症，这些文创园区的这些执行长，也就是我们的辅导团的团员，都可以来协助他们，然后慢慢的打造出我们屏东县的这个文创品牌 VIP。那么再补充一点哦，就是对屏东县政府来讲，我们希望这个品牌每一年都可以到，比如说台南的蓝晒图、台北的华山、松烟、高雄的博尔去做一个交流。我们屏东的品牌可以透过这一次这些交流到高雄、台南、台北去，让不同的县市的民众知道屏东的这个文创的一个发展，还有他们的东西有多么的好，可以来购买。我想，也迄个贵创迄个店，你讲，其实我哋唔係提供一啲平台，俾我們這個來開店賺錢，然後我哋都貴起嘅。其實我本人講過，一平台本身係一個品牌，唔落一片，如果符合我哋嘅品牌嘅精神，我哋下一擺，我哋可以把我哋所有嘅產品，向下出去一團，他跟你做一個比較。其實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新的一個點，就是說，我們不是把它當成是一個平台來看，就是你要來就來，不要來就走，然後你還是維持你自己本身的特色，而是你是希望說，這整個眷村它本身是一個品牌，你要創上來到我哋呢，要平台以後，你愛聽到我哋向下一行，好，向下一走，下一擺，我哋可能會全部帶出去。可是從哪的一種想法？附近在地的居民呢，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哦，那我就回想起，我记得我刚上任的时候，就有一天，我的同事跟我讲说，哎，今天晚上啊，在胜利新村里面有一个独立书店，它有一场那个座谈会，那希望我去参加，那我就懵懵懂懂的我就去了。那去的时候我就看到哇，现场好多的人哦，而且还开直播哦。那很多的年轻人，那我刚坐定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年轻人就开始讲他们小时候的眷村的样子是什么。那么我刚去到这个屏东县政府就职的时候，我有说过一段话，我希望这个眷村能够保留它旧有的味道，但是也能够有一些新的思维，然后我希望它能够更国际化，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有一个胜利新村。所以呢，因为这一段话，所以很多年轻人他就认为说，我要把眷村的这个味道我要把它改变。那听完之后呢，我就把我刚刚讲的那一段思想起，有不同的人去诠释，会有不同的味道的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也跟他们分享，我说其实以我来讲，我原来是住在台南，但是我现在是屏东，我是屏东的新住民。当然，任何的新住民，他只要是屏东人，他都有那个权利，而且我觉得他应该都有那个热情，希望能够为屏东做一点点的事情。所以不要觉得好像只有我们土生土长的屏东人才能够做一点什么样的事情。好，所以我去跟他们分享这个概念，就是说有一些未来的一个生活，其实是很多人愿意来打拼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在屏东的年轻人应该有那个雅量，而且应该有那个信心去接受很多不同的人的这些团体来跟我们挑战。对不对？只要是文创的一个概念或产业的概念，我们都很希望活水能够进来，然后跟在地的这些产业能够有一个火花，这样才能够去进步嘛。否则我们永远可能看到了、吃到了都是原来的东西。所以我很希望说有一些新的思维进来，所以他们一听就觉得说，哎，
对耶，是啊，如果你是年轻人，应该是接受挑战，应该不用怕别人来跟我们挑战。如果我们的东西够好，如果我们的能力够强的话，可是其实如果想到讲，其实虽然讲也是一块人生的一个健全的土地，但是伊希望的是一个高度无同样的面色的人，无同样的身份的人，来到一块土地上面去展现伊无同样的特色。就比如讲，譬如说处长你本身是台南人，其实你既然你现在来屏东当文化处处长，其实你也是把你在台南或者是甚至你过去所学的东西，整个带到屏东县来。因为你不是屏东土生土长的人，但是你现在是为了这一块土地在努力，在打拼。是。那听完你的话之后，他们有没有态度、有没有想法、有没有改变？当然有，因为其实他们这些年轻人在屏东市生活，其实很多人都是从台北回来，他想要在这个故乡打拼，但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发挥空间。当有一个园区是为了他们慢慢的量身打造的时候，他们听到我们的论述，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个平面的文字，它会有一些误会，但是听过这样的论述之后，他们每一个人的那个脸都柔和下来，然后就开始跟我分享，他们觉得未来的他们小时候的眷村跟他们未来的希望的一个园区，它是什么样的样子。所以那一次到最后，其实我觉得那个互动非常的好，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彼此给彼此机会，就是我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我会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但是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也会到跟文化处来，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这个园区希望可以变成什么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整个园区的创造的过程当中，沟通是很重要的。那我也很开心，这些年轻人也听得进去我们的论述。伊在 Q 的地方，有新的力量入来，伊咱可以进步。休息一下哦，睇下我哋外国度个精彩故事哦。欢迎过来，福起来嘅。上台节目我哋咧处长同人讲，我哋可以到新生力卷，回到我哋屏东哦。请问一下处长哦，头讲我哋咧几把按吼，我哋嘛按到冲上入来。请问一下哦，我哋哪就可以看到的冲上啊？胜利新村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招商，那么在整个招商的过程当中，当一面有一些修缮啊，或者是说这些新的厂商在里面这个装潢哈，所以我们大概在今年的3月份到4月份哦，这个左右应该全部的厂商30处的厂商都会去进驻哈。那因为刚刚我们经过的这个台湾灯会，还有我们在今年的10月份会有台湾设计展，在台湾设计展期间呢，我们胜利新村也是一个展区。所以来胜利新村有吃有喝有玩，而且也可以看到很多很有创意的策展人的一些作品。因为头你有讲到讲啊，等也要当初胜利新村喺台湾等比地波一啲铺方，基本也有看到你讲。当初做嘛，我想到我爸啊，等咧胜利新村，比如我听啊，等咧台湾等去部分地方咯。因为在整个胜利新村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哦，我们其实都很希望有一些有节奏性的一个行销。其实再好的东西一定有行销，如果没有行销的话，就我觉得有点可惜哈。那我觉得台湾灯会当然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节庆式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台湾灯会变成是一个灯区，有这么多的人可以来看到这个胜利新村，也就是因为我们用行销的概念。接下来的今年10月份的台湾设计展也是一样，台湾灯会吸引的是这些普罗大众喜欢热闹的人，但是10月份的台湾设计展，我希望能够吸引到的是全台湾或全世界的设计人，或者是所谓的文青，他们都可以来这个胜利新村里面走一走。透过这2个全台湾这么大的一个活动，我希望胜利新村能够被全台湾看见，甚至全世界看见。你等于讲，係一個有機或係一個行銷的一個活動。如果體驗我哋先標，我哋本身都以為一個3-4年的台灣燈會。睇下地方，我哋先看到我哋呢勝利新村的一個建構嘅情形，尤其係我哋帳號嘅情形無同樣。聽見都講，我哋表我哋10幾個人士發現，奇怪，可以從這次展區，因為是在屏東辦嘛，那他們也看到了屏東的不同樣的地方，然後發現出覺得說，我們屏東可以走不同的方向的時候，那會不會是我們未來屏東的一個應該說什麼建構的方式的一種方向呢？事實上已經開始有了啊！其實因為我們在今年的10月份，
台湾设计展，其实从去年我们就开始如火如荼的筹备，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有很多很厉害的这个策展人或者是艺术家，然后陆陆续续走到这个胜利新村里面来，所以他们也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思维，有关于设计的或是艺术创作的，在整个胜利新村里面慢慢的发酵。所以其实也是因为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展哈，接下来我们的台湾设计展，其实在我在做这个整个胜利新村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开始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进来，那也是这些人带给我的一些灵感跟刺激。那其实对我来说，其实屏东不是只是一个农业大县而已，其实接下来的文化创意的一个发展，透过胜利新村，透过台湾设计展，那透过这一些的扰动，我希望这个胜利新村能够是全台湾最有眷村味，但是也是最有设计味的一个文创园区。我觉得屏东做得到。其实也是马海他讲也过上会看到啦，因为咱的本身都在屏东呀，你看到就讲，叫做胜利路这片，和中正路、青岛街这片，其实慢慢的发展无同样的东西出来，像这引这个还在哪呀？喺屏东市。可是你喺屏东市很久的啊，迄个要有20年的。可是你这个从头到初中讲的，你还没同人哋有一点同样感受讲，你知道看到其实屏东市，尤其喺建村嘅部分，发展得鬼太呢吼。系啊，我条条下落来屏东市迄个也系吼，我有去过一片，台本中去有人睇黑，还有眷户睇黑，啊，请会计嘅加比添，啊，更加帮我哋数古来嘅，啊，我哋热气发展嘅，所以变咧同来讲古来屏东市嘅时阵无困扰嘅。係，因為其實講人都講，我其實去譬如講勝利路嗰條路，我哋都提供可能我哋買太餅嘅吧，吼，然後眷村的大餅啦，我哋的水餃啦、包子、饅頭啦，如果去勝利路嗰條路，無論我哋公園的時候，我有道口燒雞啦，我哋那種臘肉，基本全部歸到底。但是你會發現講，奇怪，但是有一塊地方，你永遠唔去。好，嗰塊地方亂嚟，數嘅歸太，但是你永遠唔去嘅地方，但是見緊我哋去講我哋去嘅地方，完全都冇朋友，因為安不亞時間。會講，尤其是其實我們覺得說，以前我們看到那蒙蒙鬱鬱的那些庭園，現在晚上好漂亮哦，是非常非常跟我們那個時候所想到的，我們屏東市是已經完全冇可能了。是，其實現在勝利新村除了剛剛我們講的這個文創的一些產業進來之外，其實我剛剛一直都忽略了，其實最好吃的這個眷村料理哦，眷村菜，其實在這30-15裡面有1-2家很厲害的眷村菜，所以大家喜歡吃眷村菜，也可以到勝利新村裡面來。像其實你看，頭先我哋有講到講，其實而家我哋呢，我哋呢勝利路啦、中正路啦，哈，我哋青島街嘅。其實暗邊看到一件模擬，像以前的暗，今天暗邊歸講，燈一打上來，其實那真的就是一個小小的一個光人行步道的一個概念。那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區域，處長對於未來他的想法呢？你的想法是什麼？它會變成一個怎樣的樣貌？是，其實對我來講，我真的就是把眷村打開，讓大家進來。哦，那因為以往的一個眷村，因為在還沒有修繕之前，也的確它可能是一個治安的死角，或是登革熱衍生的地方。那對我來講，我希望勝利新村除了我剛剛講的這一些比較有商業的機制，希望能夠造成一些產業之外，其實我們目前已經有的啊，比如說我們保存眷村老味道啊，那我們在1-2個空間裡面，我們有固定的展，就是有一些眷村的展，比如說我們現在有這個建築，有關於眷村的一個建築形制的展。那麼未來我們也會在這個眷村裡面呢，我們有黃梅調，或者是京劇的一個教學教唱，或者是說眷村伯伯講故事，還有眷村媽媽教秋樓菜啊，眷村菜。我們每一個禮拜、每一個月其實都有這樣的一個活動，所以我希望在整個勝利新村未來一個樣貌，除了年輕人喜歡來之外，我希望很多人喜歡的這一種眷村老味道，喜歡眷村老味道人都可以到勝利新村來，能夠滿足你可能回味你小時候的故事，或是爺爺奶奶們走進來可以想當年他們的那個生活，他們可以來這邊回味他們過去的一個生活。那對勝利新村未來的一個想象來講，除了新跟舊之間的一個交流之外，哈，我希望還能夠更國際，啊，所以我們在裡面呢也有國際背包客的空間。啊，我們有一個國際背包客的空間，我希望全世界喜歡我們台灣眷村老味道的這些外國的朋友們，我也希望他們能夠來，然後把台灣眷村的美好，然後帶到國外去。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你期待它会产生怎样的火花？对于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小朋友，他进来这样子的一个眷村的一个房子里面，好，然后看到这样子一个展览，看到以前我们眷村的老妈妈教这样的菜，你期待它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传承新旧的部分？是。除了我们在修缮老房子，让它复旧如旧之外，其实我们把眷村所有的老树、老的果树全部都保留下来了。哈，那这个其实很难得。我记得那个眷村，那个年代的眷村哈，那个眷村妈妈每个人都可能在他们家的庭院里面，可能有种芒果的啦，种桑葚的啦，哈，然后种那个杨桃啦，种荔枝啦，哈等等。那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的那个老味道。那小朋友现在进到这个园区里面来，其实我们把原来的将军之屋，以前黄埔军校校长的这个官邸哦，我们把它重新再打开，因为对我们来讲，这就是一个活化的一个部分哦，就是我们希望打开，让很多人愿意走到进村来。所以在这个原来的将军之屋，我们叫做大树册店。我们这里面呢，全都很多都是给小朋友看的这个艺术方面的书籍、英文方面的书籍，还有这个那个设计方面的书籍。所以很多的假日，平常的假日，很多小朋友。然后被爸爸妈妈带着，然后进到这个眷村里面来。所以其实现在我真的很期待，就是说这个眷村是打开来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园区里面找寻他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可能透过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他可以去怀念过去的历史，也让小朋友从这个园区开始，他开始对他的故乡有一个新的印象。然后或许未来他们长大之后，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他也可以跟大家讲他小时候在胜利新村过什么样的一个日子。是啊，有表模看我因行业来，也要希望咱可以继续行下去。可是我谈下今面的故事，观众朋友海北有去来屏东的时节，一条人啊，在胜利新村来聊聊哦。今面各位感谢两位来到我的现场，同我分享我们精彩的故事。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多谢大家。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有空可以到屏东的胜利新村走走。休息一下哦，再同我哋欣赏来运动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是王振祥，来自屏东县长治乡刺激导演屏东分会。一篇呢是陈先生，一篇呢是刘先生。我今日所介绍的呢是交叠松生。交叠松生呢是我哋呢筋骨的表现同腰骨的表现。所以我哋坐骨神經呢，係我哋做嘅一個交疊鬆伸呢，係對我哋呢坐骨神經同我哋呢大腿個有幫助哈。今日都嚟做一個示範。首先呢，我哋做開襠，做長蹲呢，過來呢，我哋呢拿起我哋呢右腳，並呢到我哋呢左腳嘅後背。左腳嘅後背踢下呢，我哋橋先同我哋呢眼神橋張來，我哋呢兩個腳盤打開來，打開來過後呢，我哋樣，我哋參與來過後，我哋呢用我哋呢思維，我哋呢調我哋呢肌力，所謂肌力，鐵人也唔忘，鐵拳也做唔得，所以我哋做嘅時間呢，我哋所調我哋呢肌力調好勢來，先按呢思維坐下去。思維坐下去，如果我都坐唔下樣嚟啦，唔怕嚇。我哋對，我哋呢左腳墊下去，用我哋呢思維嘅力量呢來頂我哋呢腳，壓縮我哋呢腳，我哋呢腳先墊鬆落，同我哋呢腳呢先墊鬆嚟肌腱過後呢，我哋拿嚟做，用嚟愛嚟做示範講啊。咁我按嚟墊，同我嘅眼神有乜嘅幫助呢？有，伊嘅幫助呢，同我哋呢腳嘅肩頭同大腿嘅肩頭、腰骨嘅肩路推撞一個順勢啦。個順勢呢，我哋注意事項呢，按樣注意個，我嘅腳腳下去嘅時間，我嘅腰骨同鎖骨唔好強樣，唔可以屈屈。
却对我哋嘅關節冇幫助。我哋喺電嘅當中咧，我呢頭表喺度左邊，我嘅手棍左邊嘅手棍打出，我嘅手棍打出，我用手肩頭力量推我嘅思維嘅力量，利用我思維嘅重量嚟轉我腰骨，我嘅嚇也係電對。咁我哋要講電嘅時間，我要注意乜嘅思想？要注意講我嘅電下去，我嘅思維有法度，天天嚟安尼轉磨。轉嘅時間，我一方面要壓到我嘅小腿嘅肌肉嘛，一方面我小腿嘅肌肉喺我轉嘅時間，我一定要變鬆來按摩到我嘅小腿嘅肌肉。肌肉變鬆，我哋行路嘅時間都會夠強鬆，夠強鬆，嗰陣我哋嘅腰骨、坐骨神經會變鬆。坐骨神經，佢當然坐骨神經咧唔好，講係坐骨神經上骨刺，啊會壓到我。一方面喺我哋嘅四活臀咧梨狀肌又壓縮到我哋嘅筋絡，所以我利用安尼嘅方式來電也個做也個運動，幫我哋嘅坐骨神經變鬆來，所以比那唔會有會觸到我哋嘅比算圓通嚇。也係一個，再過嚟講啊，要注意呢，注意事項都幫我哋做嘅時間。第一方面，我哋嘅手棍有張毛，我坐下去，我用我思維安尼天天嚟點，也係我哋觀眾朋友初學嘅時間，我哋安尼坐下去，用我思維嘅重量去點我哋嘅轉我哋呢個嚇思維臀。本我哋嘅思維臀嘅肌肉同我哋嘅坐骨神經腰骨嘅肌肉變鬆，也嘅一個。再過來呢，我哋要講嘅呢，第一，我哋左腳喺前面，我哋嘅思維臀要向左邊蹲下去，蹲下去嘅時間呢，第一，我哋盡量坐，可以蹲喺度坐一天嚟行，唔多坐一天嚟行。怎樣行來，我哋嘅手棍要變鬆來，幫我哋狀況起來嚇。做幾下，幫我哋嘅坐骨神、思維臀嘅嘅梨狀肌呢變鬆，我哋嘅肌肉所有嘅嘅筋絡，那唔會壓縮到我哋嘅筋絡。也係嘅，點解呢？觀眾朋友，今日我示範我嘅左腳，再過來呢，我示範我哋嘅右腳，我哋變下來，變下來呢，我哋腳丫呢一樣嚟先一下休息一下，再變一下我哋開到，再後示範下嚟，我要彎腳，彎腳呢，再過來我調整我嘅眼神，我對我左腳向後背傳出來，變喺到我右腳嘅後背，同樣我嘅腳要走。腳彈呢打開來，我先對左邊，右邊呢就墊下去。我同樣調整我嘅手棍，我嘅手棍按你鐵嘢，我無法度做，我調整好勢來。同樣我墊嘅時候，因為第下我定會過行無法度做按元素，我哋天天嚟墊，墊到我哋嘅手棍。我哋嘅腳棍比較鬆嘅過後，一方面我哋喺安尼做嘅時間會壓縮我哋嘅骨倉，本我哋嘅骨倉呢不些許還過好一些，本我哋嘅筋絡骨頭比較軟縮，我哋嘅人講筋絡軟縮，我哋嘅眼神那會好。所以墊嘅時間，我哋要天天呢唔好急呢會喺我哋嘅眼神舒爽，會喺我哋嘅筋絡幫到。所以我哋在做嘅時間呢，第一要注意乜嘅，我哋按呢下去，我墊對下一片嘅時間，注意看觀眾朋友注意看呀，我一片嘅腳有壓到我嘅小腿嘛，小腿我按呢壓頭是我嘅小腿。我嘅小腿呢，我要按嚟去牽動我嘅小腿，因為我哋行路嘅時間，我哋嘅腳小腿無法度變鬆，我利用做一個交疊鬆身，幫我嘅小腿好好啊舒服，
啊，你起咩時候講哦，骨信仰咯，啊個冇唔錯，也骨信仰都表示家哋呢學習見路，家哋啲做一個循環嘅按摩，比如做一個順，所以安尼啊過去呢，家哋那裝出，好多陣呢，在表上呢，師傅團呢，讓呢天天呢下去，定下去嘅時間呢，我可以用我眼神嘅力量轉到都呀。我到也時，我可以停留一下做乜嘅？就係按摩我嘅小腿。本我嘅小腿呢，肌肉表爽，也係嘅嗬，也係一種嘅示範講啊。我哋按嚟做，我腰骨有鬆毛，我頭起本我嘅膝頭有圓毛，膝頭圓，我哋呢眼神嘅肌肉筋路都會充滿陽氣。充滿陽氣呢，會幫我哋嘅眼神個強壯，個元素也係一個嚇。而家觀眾朋友，我所示範嘅呢係焦點上升，我嚟做一個左右完整嘅動作，俾觀眾朋友看一下嚇。而家我做係左邊呢，我而家回復，我腳樣呢一樣呢，我哋做解一下，我開到嘅姿勢，幫我嘅腳。表上，數表上，再一次，我左腳拿放起來，左腳拿放嚟向後背，拿到右邊。本我哋做時間呢，做嘅時間要注意講啊，我按嚟參，我利用嘅鏡頭有表上嘛，鏡頭表上，唔好鏡頭按嚟鏡頭會實啲啦嚇，按鏡頭表上，本我哋呢講嘅買。啲鏡頭地方，所以做嘅時間，我喺腳底呢，我喺左腳底前面，我對到左腳左偏斜，我喺右腳底前面，我都對右偏，也係注意嘅地方嚇。注意地方呢，就講啊，我喺左腳底前面，我都係對左偏定下去，也注意嘅嚇。我喺左腳底前面。都係注意左偏定下嘅，對右腳前面啊，都係對右偏定下嘅。也有乜嘅好處呢？一方面訓練我哋嘅筋路骨頭比表元素筋路變好了，幫我哋嘅關節按摩也係關節功法之一。關節變好了，按摩後幫我關節充血嘛，幫我哋嘅血氣循環過好一些。也係做一個嚇左邊的示範，而我做右邊的示範俾觀眾朋友看嚇。所以在做嘅時間呢，我嘅左腳變喺右腳嘅後背。第一種嘅時間呢，也係一個示範講正確嘅動作。第二時間我哋規身嘅肌肉表現。用我哋嘅師傅團嘅力量對準都好嘅，所以我規身咧都唔是出力，都安尼。觀眾朋友，受到我所介紹嘅呢係焦點上升，焦點上升呢係幫我哋呢筋路表上嘅講法。啊，觀眾朋友好，我聽我哋來做，希望大家嘅呢眼神康健，下一次拿來了。